香港大埔的防火馆发生着大火，造成严重的伤亡，让全世界拢真着惊。这嘛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第2件5级的火警。这把火到底烧出着倒一寡问题呢？2025年11月26日的下晡，事件发生的同时，这个火是沿着外墙维修工地的防火网一路烧起的，然后炭烧7栋的大楼。大火烧43点钟，伤亡的人数一直增加。到12月初5为止，有159个人死亡，79个人受伤，还佫有31个人找无。还原着火灾的现场，外墙咧维修，搭满着竹仔坪甲防火网，窗仔门是用真的导火玻璃拢封起来。当第一栋大楼的外墙导火了后，这个大火快速向面顶甲两边来炭烧，烧到规个拢是浓烟，住户根本就袂赴逃命。华视新闻团队第一时间马上派记者到香港来采访。今日节目一开始，咱就重回恶火发生的迄一刻。喂，走啦，哥！ Oh my God, crazy！ 11月1日下晡2點51，香港警方接到真濟件火災報案。火災現場就伫新界大埔防火館，其中一棟32樓高紅牆閣大樓等咧維修，燒尾到嚴格熊熊着火。下晡2點57，火已經燒到4樓，頭一批消防員也來到現場。當我睇住佢由第6座燒到第5座，一路燒過嚟，我哋而家真係好慘啊！都唔知想點啦而家。我入去一棟就連續燒咁樣就燒到跟住爆炸，一直爆嗰啲嘢落嚟。心情都唔知啦，見步行步啦。依家諗下今晚喺邊度瞓覺啦，因為應該都翻唔到屋企㗎啦。大火的特別濕啊，破風一直吹，吹對外牆皮，火也牽連到附近7棟大樓。Oh my God, crazy！ 火場燒到43點鐘，這是香港消防單位艱難的一戰。高溫、放地物甲濃煙，也唔知影災民表幾多。消防員必須在這個環境下進入火海。Besides, debris and scaffolding were falling from upper floors, making our access to the affected buildings very difficult. 37歲何偉和佇消防已經做高檔，伊是頭一批來到現場的消防員。伊佇下晡3點入去火場，超半點鐘就失去聯絡。4點01分，何偉和方發現伊倒佇咧紅牆閣電梯前的空地，經過搶救，依然不幸殉職。這場大火是香港主權移交到打第2件5級的火災，也是70多年來上嚴重的災難。觀頭看，香港8年來的重大火災。1918年，跑馬地馬北大火，600多人過身。1947年，西營盤碼頭火災，132個人死亡。1948年，石硐嘴倉庫大火，178個人過往。1957年，旺角廣東道木樓大火，59個人過身。1967年，中山灣元朝街燈樓火災，燒死44個人。1996年，油麻地嘉利大樓41個人保命。2025年，大埔防火館大火，900人過身。地面火災是警示，也在香港城市發展歷史上留下沉重的記錄。消防安全只要一個關節冷氣，都可能會造成爆發到挽回的悲劇。这一栋建筑物就是在26号下午发生严重火警的鸿福苑社区大楼。那我们可以看到，从镜头上可以发现说，其实现在入夜之后，这边的大楼还是持续在冒出浓浓的黑烟，而且呢，透过镜头上可以发现，在建筑物里头还冒出火光。
红火馆有8栋建筑，有42年历史，是当地大型集合主体社区，也是香港80年代推动协助中介收入户家庭买厝计划，达户超14平，当年大概新台票64万，是香港居住正义的模范之一。自2001年人口普查，红火馆将近2000户，会当提供超4600多人居住。目前住户大部分是高龄长者，这场火灾引起各方的关注。到12月7号为止，红火馆的大火隆重造成159个人不幸过身。居民想起火灾的同时，也会惊。I go running。伊是香港红火馆大火的幸存者，是一个菲律宾的义工。会好走出来，就是因为头家接通电话。At 3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we have 2 calls from my employers here. First call, we have fire in our building. Please close all the window. You need to go outside now because even I'm very far from our home, I see the smoke because the fire is there on me and crying until now. If sir did not call me 2 times, I'm dying. 我们这个楼买了有20多年了，就说全部家长全部都买这个楼，你说现在这个一烧这样子还有什么了？什么都没有了，让我们怎么办呢？红火馆的业主伫2024年通过3.3亿港币，超市13亿新台票的维修方案，动工高达超过1档，当时所有的住户红要求爱赔本，一户超16到18万港币，大概是新台票73万，也个爱伫6个半月内入掉，引起着大量住户不满。另外，有专家讲，这个方案比其他投标案较贵。也不过奇怪的是，现场无使用防火的用具，也有网友伫事发现场翕到工人伫病架顶悬食薰，昏頭烏被彈。阿生，你又喺度食煙啊？我出嚟睇嗰陣時咧，就見到呢一座就着火，同埋咧而家呢一座黑呢座就係着緊火，咁就黑㗎，好黑㗎。咁跟住咧，我就諗住咁黑啊，我就冇得解苦翻屋企。咁變咗而家出嚟咧睇咧，嗰一座就細咗火啦喎，就呢一座而家啱睇見到又着翻火。咁你而家一路着緊火嗰座咧就好犀利。咁我睇我今日咧都唔知傍晚翻唔翻得去啦。有居民講，自下晡2點多，就聽到火燒甲嗶嗶叫。迄陣1樓的病架已經着火，現場天氣打掃，風骨頭。短短6分鐘內，火就燒到4樓，警報煞攏無影。冇人咁警鐘，冇警鐘嘅成棟大廈。喂，嗰啲工程人員做乜㗎？工地嗰啲。成棟大廈冇警鐘，搞錯啊！真係，着緊火咯喎！有住戶伫樓骹抬頭看到因兜着火，想到因某也閣佇內底，情緒自在袂掉。我攞出嚟咧，俾人睇下，點解你揀話唔見？火燒紅火館，各界攏講，就是外牆防火板可能無防火功能，再加上工地若進行點射作業。火呼燒掉房啊，一燒都未燒煞。根據消防處喺進行滅火同埋搜救嘅過程之中咧，係發現建築物喺嘅外牆係有一啲安裝咗嘅保護網啦、保護膜啦、防水帆布、塑膠布，係懷疑咧係未符合呢個防火嘅標準嘅。現場嘅保護網，和大火下一年油起，遇到下開物質，轉愈燒愈嚴重。其實他們很多材料可能就是從中國大陸過來會比較便宜。那這些材料它有沒有很確實的做到這個阻燃的這個效果的一個能力？他們可能會差將近1倍的價錢。哇！你睇嗰度幾大火！有專家分析高層建築立體燒炭複雜性，火炭真緊，形成煙彈效應，更有風勢影響，讓滅火變更加困難。這一次香港火災的話，它外面有一個鷹架，
那鹰架跟外墙之间就会有一个间隙跟空间。那一旦如果底部发生火灾，刚好这2个空间就可以当做一个管道间，造成一种延烧效应。当大楼下面着火，产生密度较低的热气对公道冲起来，地书顶面的热气即做火，冲出浓烟，未使伫楼尾顶制造出另外一个火场。火正险，也正歹救灾。喂，個棚火燭啊！梅州做好伫2024年的花文州湾谈过，也包括下网络讲处防火网的安全义务。当时收到的回应是火灾风险较低。唐安门电管的讲法，也就是普利朗是较高导火的材质，加上唐安门念了正巴。香港的消防人员也无排除，这就是火传甲接近的一种原因。發現嗰啲嘅玻璃窗咧係貼上咗一啲嘅發泡膠板，呢啲發泡膠板咧當預熱嘅時間咧係好容易係蔓延嘅，咁我哋亦都覺得呢個係唔尋常嘅。我哋警方同埋消防咧已經組成一個嘅聯合隊伍，除咗就住係火警方面係作出調查之外咧，亦都會循刑事呢個方向呢，係作出調查嘅。我们现在所在位置就在大楼前方的公园。那么，其实我们刚才观察到，稍早警方的监视小组是已经陆续在进场了。因为其实，在昨天香港的官方就已经正式宣布，在消防的部分救灾以及搜救的行动是已经初步完成。那么接下来就将交由警方进场来进行基证的调查。但是因为这一次受灾总共是有7栋大楼之多，接下来要进行逐层逐户的搜索。想必是非常的耗时跟耗力，所以呢，这一次可以看到他们警方进场的人力是非常的多，是有整2组人数之多，而且呢，接下来的监视时间可能调查的基证、搜证的状况也需要维持3到4周的时间，才有办法来陆续完成。不过，其实在这个公园前方也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民众拿来了这个书信以及花朵，希望可以悼念在这场火灾意外当中离世的死者。那么，也有民众呢是特地趁着星期6放假的时候，赶快来到现场为死者祈福。因为自己的社区发生了这些事，然后就會覺得一定要做一點事情。咁睇見呢棟樓即係越燒越嚴重，好多死傷嘅家庭，其實令我好難受啦。但係前嗰幾日因為工作忙碌，冇時間去即係過嚟幫手。今日趁呢個早上啦，咁啊係放假，都想自己過嚟安靜下祈禱，睇下呢度有咩需要幫手啦，係啊。那我可以看到呢，真的不少民众呢都来到现场来为死者祈福，并且是献上了鲜花跟书信。那么有民众呢双手合十站在这个大楼前方，静静的为这一些罹难者来祈祷。那么其实这整件意外也都是让香港的社会非常的伤痛。那么包括在周边的社区，现在也持续有志工在涌入，希望可以提供后续的安置以及相关物资的照护，让剩下的生还者可以来渡过难关。我想应该事件没有那么大，是没想到这个火那么难控制，一直燃烧。我想可能昨天晚上应该可能可以回去，但是想不到今天晚上还回去不了。差不多都是老人，退休老人，基本上没有什么钱了。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因为我也有2、3个同事住那边。现在家里面只有身上穿的衣服，什么都没了，不知道以后怎么办。看到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民众呢是聚集在这边，赶快来寻找需要的物资。因为其实这几天在香港的天气是非常的寒冷，所以很多的居民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回家拿东西的情况下，非常需要一些相关的御寒衣物，包括了像毯子、棉被等等的。其实这一区呢都已经分类的非常的清楚，那么提供给大家来使用。我们也跟警方协调过，他们希望我们去开始安排我们的物资站，我们可能各团体可能承担不同的可能不同目标的一些市民，可能一些是儿童啊，或者是老人啊，我们有一些物资可以给。
这场无情的大火，造成国内家庭破碎。真济民众甲附近大楼的住户摆一撮热热的队伍，收接运送物资。 在这个商场里面，其实地板上有摆着非常多的床垫跟寝具等等的相关用品。那么其实这些呢，都是居民的临时居所。因为我们大楼被封了，就不能在火灾没有熄灭之前正常的出入。 鸿福苑大火的罹难者，来自四面八方的民众带着白色花束前来致意，甚至在2座桥间的河堤上，通通都是人，完全看不到队伍的尽头。这场香港的大火，搁在卡乡高楼火灾的竞争。 台湾都市乌骨拉栋大楼，真侪旧建筑年久失修，消防设备、建安法规拢未清采准，保障公共安全的空棚，政府、企业甲社区拢未当结挂挂。